怪啦，呢個小道姑咁似意思嘅長平公主啦，世間斷冇以死回生之理噶。唔得，我即刻拍門，要問個明白先得。敢問施主出門，是自茶還是拜神？我一不是借茶，二不是拜神，我有件事我唔明白，我想話問。暗內無人主持未飯，俗世男女都尚且授受不親，何況是佛門清淨地呢？世上會有相似之形，斷無相同之貌嘅。呢個明明係公主嚟，點解對我好似唔相識咁呢？吓？請問呢位道姑，你貴姓啊？貧道俗身姓沈，法號慧清啊。論理佢應該要把夫婿認復合馬臉，頭啊頭，暗中玩具輕輕犀利，公主。施主，你叫喚何人啊？我叫喚公主咯。咁比如公主係施主，你何人呢？公主係我嘅妻房啊！我話公主係我妻房。施主，你叫喚妻房，應該在家中叫，房中叫，何解你會叫到佛門清淨地呢？我才10歲咋，經齊身皈依佛法，一心拜神靈。你睇佢真係咁忍心唔認我啊！試問誰無骨肉之親、父母之愛呢？等我講起先帝崇禎嘅慘事，若果佢喊親呢，不問而知。就梗係公主噶啦，好，我試下佢得。向前那朝英，hand上正茶破家。沉痛下孝經，冰牙胎裏嘆苦情，月照傳那台正，
一對蠟燭也無華人風景啊！哎呀，師傅乜你喊啊？啊，你喊親，唔通你係前朝公主？啊，施主，你估錯啦，皇帝係為我哋而死嘅。試問我哋點可以唔喊呢？我孤國凋零，誰可能和佢似佢在紅塔？自問愛及你生性感先帝哭絕了聲，心宮裏有朵帝女花，佢嘅慘處你可在原世聽呢？大女花兒遭劫難何願再聽？下江山冷靜，誰願與困孤單相對？犯了清規店，辱了命。我知你係傷心人，但可惜呢度唔係傷心地，說不你不能奉陪。慢行慢行，師傅，我求下你啫，我求你，你帶嘢我去燒香，尋下舊情。唔得，好心啦。師傅，師傅，我求你帶我上住清香嚟拜下佛啫，你都話唔肯，你唔帶我，我自己去。慧清，做咩事啊？師太，我想我入嚟拜下神，呢位師傅佢話叫我扯喎。乜你咁傻噶？亂世嘅庵堂幾艱難至得個事主嚟簽寫下，點解你咁怠慢人哋啊？師太你唔好聽佢講啊！我正話開門嘅時候，呢位事主都聲明不是借茶拜神嘅。咁既然唔係借茶拜神，我哋又點可以簽領人哋嘅香油呢？開講都有話，入屋係叫人入廟拜神啊嘛。如果人哋唔係有心拜神嘅，嚟呢啲地方做咩嘢啊？事主，我哋呢處好多地方㗎，請你入去四圍行下，望你多多簽寫。慧清，帶呢位事主入去。如此事主賜。